大家都想看的。来了，狭手斗，野兽单打一个，假如坐在晃，再来飞了耶！哎呀，哇！今天田磊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哦。一开始除了跟野兽在攻防间有个比划之外呢，他自己一上场3投2中的3分球，而且带动了全队的攻势啊。他说晋级的巨人，还有田磊的出球，3分球，哇哦！2021年田磊的第一个 field goal 就是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啊，真的起鸡皮疙瘩了，哇哦，太感动了。今天田磊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哦。一开始除了跟野兽在攻防间有个比划之外呢，他自己一上场3投2中的3分球，而且带动了全队的攻势啊。唯一我们小小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田磊跟林志杰来跳球，可惜啊，这个历史性的画面。对，不过磊哥在2个多月没有上场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手感呢，让作为他师大同学的守正也引以为傲。我觉得这就是球星啊，还有他的天赋摆在那边。要不是这些伤病，他真的再多打个几年，大家都想看的。来了，狭手斗，野兽单打一个，假如坐在晃，再来飞了耶！哎呀，哇！他今天身手哇，你看，只要他再多打的话，应该20-30分没问题。看我的表情，应该就觉得就应该就是看似很开心啊，对啊，因为其实当然会觉得说，我们这些黄金世代就是慢慢的就是可能也就要开始退了嘛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也会想到就是自己可能再打几年，也可能会也这样，对啊，就是其实就把它想开心一点嘛，对啊，就是好好的就是享受，就是自己可以今天还有做一次想要这些，我觉得非常棒啊，我觉得非常开心，对啊，很难得的一天。那我们当然希望他多打啦，可是的确他在赛前就有走过来，我说既然我们要让你一直投啊，你要投进啊，然后那大家看到外教他投不进就把他换下去了。我们希望他多打，说实话，因为如果真的是最后一次强兽对决的话，应该给他多一点的时间。那志杰我看对方也都不上啊，所以第4节我跟志杰说你就休了吧。对啊，所以他也就第4节休息。我想整场球他们本来就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，而且对我们就一直用3分线来进攻我们。那我们2个球队特色不一样，不过我觉得重点应该放在就是磊哥跟志杰最后一次对决上面。谢谢。好，这个分享一下最后4个加州对决，然后当比赛。当然觉得就是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嘛，对啊，然后也很不舍了。不过因为看他前面的打起来，你们应该就知道他的身手依旧还在了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伤势，就是一直就是拖着他嘛，对啊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情况下就选择，对，因为不然他这样再打下去，他脚就一直这样，所以呢，退下来也对他好嘛，可以好好的就把他的伤势可以完全的处理好，然后衔接他后面他想要做的内容，然后祝他就是一切都很顺利，这样很成功。好，朋友有问题要做发问吗？杰哥后面有跟磊哥就是对位那一球，可以聊一下那一球的状况。没有啊，其实一开始磊哥一进的时候，就有点想到，就是每次在跟他对决的时候，就是不管他这球我进或是他进，就会想要下一个 play 就是想要回他这样子，对啊。结果没想到我今天不进，他今天身手哇，你看，只要他再多打的话，应该20-30分没问题。